继续来看马街病院进前电脑去骇客攻击，最近伫咧乌市网站，随着出现讲有人咧卖9000万条患者的个人资料，而且讲已经去诈骗集团买去。警方即马咧当咧调查。卫生部长邱泰源嘛表示，已经招诉法部来针对病院的治安来讨论对策。 病院内底人是真侪，咧挂号看医生。国内马街病院有大量病友的资讯，即马刷标出告诉外泄，去传出被诈骗集团买落来。暗望这篇文章标题直接点化，将马街病院全部病人资料，为基本的名字、电话、住址、身份证，细到病历记录拢总有，出卖病人个资，高达1660万笔，开价差不多是大票318万。卫福部也跟数发部。 来共同引领各医院的指引，我们要严格的把关，一个非常强的防火墙。卫福部证实，马街病院系统要被骇客攻击，检视论坛内容确实亲像是医疗资讯，不过是不是为马街出来，要搁调查清楚。案发了后也紧急处理，建议伫医疗院所建立更较强大的防火壁，以防用文字回应。 专案爱国等检调查比对，不过提醒民众爱细致诈骗。10几年前，自己在医学中心台北荣总就有经历过这种骇客攻击的过程。那时候呢，其实被损失的资料呢，就我们胸腔专科医师读书会啦、考试使用的一些资料啦。其实病院被入侵早不是稀罕的代志，有医师分享过去也无拄到人质病院被网络攻击，骇客卡有将近100万的比特币，病院真做被害的对象。 相关治安防护是不是确实引起讨论？他们的 IT 跟治安的防御的部分，事实上相对而言是比较薄弱的。骇客基本上在做这个攻击的时候，他就会选择这种相对而言 IT 跟治安防护比较薄弱，然后金流的部分也比较庞大的这组织来做一些攻击。就算各族警戒，爱国检验，不过专家点出病院的治安防护依然有强化的空间，建议升级软硬体系统，采取多因素检证等方法来阻止骇客攻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